穿新衣服吗？啊，他今天是另外一个人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有点像。没有，他头发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对啊，感觉眼睛太大了，我没有眉，开眉眼。这有点像。哎，是不是没穿一样衣服啊？没有一样啊。对他，你看他的鞋子嘛，就是战袍加跳舞专用的鞋子，还是挺正式的啊。哎，准备开始热身运动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再等会儿就回去了。要跑吗？好，听过了。好，就这一步。哇，这只有长了，这只有骨。今儿给他吃了很多鸡肉，还吃了那个脆骨。你的不好看。我一个人这个，好的好的，我就是这说了妈妈还跑走了，好冷好热哦。王清也穿的鞋子，穿好正式的那种。一般表演的时候才穿这一套，特别是那个鞋子，就是苏先生他之前不是要给那个永吉吗？是你吧？给永吉买那个吗？永吉不是有一双了吗？就这个鞋子质量不是很好。走马村也有啊，他们跳几节就有点那个开裂了，要烂了那种。我后面就说不要买了，可能质量还没有找一个好一点的厂家，他那个质量太差了，这个质量，他们他说不要送鞋子，那鞋子不好那个，因为它厂家还是挺多的，因为价格还是关键的。走马村也有啊，好的都有，秋季也有，基本上团队都有这个红色。
都有这种鞋子，都是一套的。对，包了好热和真的我包了都还包了它好暖和吧。说我了，一般人包了都很暖和的，他老年人更喜欢。主要说他们太乖了，他不动，他一般他有粑粑的都憋住的，一般是不会去，一般几年了没遇到一次抱着手拉粑粑的，从来没遇到。看一下他们俩啊，就他戴的口罩的吧？哎，他早他变成他说他又没穿，对呀，去了。他早就过来了，下班就直接过来了。他又戴上了。没跟进就是因为那个质量问题吧，董老师说不要买了。董老师这个鞋子不行，穿了几天就烂。他们都是有时间05的时候或者是一般穿一下。董老师这看了他看嘛，穿那个样子都太累了，还漏，有时下雨天的话穿还要漏，还要进水。东京在哪呢？为什么根本在前走？东京在这么落地。看到我在前面拍，后面的一长串，一长串都看不到。所以说这种角度的话，一般拍个几个钟就可以了。因为05了，大家都你看吧，05根本怎么说呢？后面几十人全是团队的，团队后面就随便一个不会跳的跟着跳就完了。基本上05第一个基本上也看不到。这也在穿，但是你还要送吗？要么我问一下总马说。要么问吴家墨也在卖那种。杨旭来了。这首歌是跟那个何凡唱的，每天都要跳那个。这是罗哥。哎呀，这个穿着啊，还没穿好衣服。曲哥穿的这种风格。
们这的玫瑰。就这样子吗？锅锅装，哈哈。做的太长了，食堂太。好的，30 minutes。刚才要调有没有了？这个真拿不好，抓起去整。要戴手套吗？玲玲来了，这儿堵起喽。抓起去整下来，真是拿不住，两个随时在一起。昨天老婆应该喊我给他送花，还没送，明天再说吧。今天都没想起来，因为有时间不知道他来不来。哇，书包现在跳得好认真哦。
长好高。你看真以后那个去当纯一起跳嘛？你看那个。好的，这吴京的那个架子。真胖嘟嘟的，他去过去了，你看他们两个站在一起。反正我觉得全中没长好高，现在7月、9月，7月20多号建的，到现在3个月吧，长一点点，1.53米，1.35米吗？哎，多少啊？50斤左右。我就觉得他太瘦了，1.3米好像是1.35米，1.3米，然后体重50斤。发了小毛的。把